来看国际新闻哦，全球上大岛决定难正做国际焦点，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几两届是公开表态，想要摕到主权。上新的发展是，至少有3个和川普有关的人士，改成伫咧当地进行人质渗透，要塞动决定难，也佮有单边关系哦。这消息曝光了后，单边的外交部要来调集美国驻单边大使馆代办，要求解说。格陵兰规片拢是白色。丹麦广播公司日前讲，美国已经伫咧正秘密进行人质作战。有政府甲安全消息人士讲，至少有3个甲川普关系正密切的美国人，最近想要渗透当地，想要洗人格陵兰甲丹麦的关系。消息传出了，丹麦外交部紧急调遣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代办，要求伊对此提出解说。It's important that we gain some insight into this so that our populations, both Greenland and Denmark, know what we are up against. This is inherently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and therefore, in light of the information that has emerged, I've decided to summon the American chargé d'affaires. 报道对3人的行动讲甲正详细，包括收集亲美国格陵兰人的名单，找可能会人抹黑丹麦的案例。其中有1个人，把纪录片甲川普同时出现。因为这3个人究竟是个人的行动，也是背后有人操盘，也搁会调查。格陵兰方面担心的当然是川普一直伫咧笑想格陵兰的主权。Working with everybody involved to try and get it. 川普伫咧第一任期的时阵就派人去调查，是毋是有可能甲格陵兰买来，甚至表现出有可能用军事行动摕到格陵兰的控制权。今年3月，副总统范斯昂阿姆去格陵兰访问，即马伫遐唯一的美国军事基地安全顾问瓦尔兹亚第一去，以及川普大后生小唐纳也捌去访问。虽然拢讲是私人的行程，不过丹麦甲格陵兰政界拢正受气。川普想要摕到的，毋但是极地战略的要地。也佫包括伫咧冰山下骹的稀土、石油加天然气。We must remember that it is Greenland itself that must decide what we want, what kind of future we choose, and the order of the partners we choose to work with.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ways be one of them, but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be increasingly sceptical the more we hear about attempts to influence us in Greenland. 今年初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85%的格陵兰人无想要成为美国的一部分，56%支持格陵兰独立。无论是经倒一条路，这个全世界上大多数的未来，拢应该由住伫咧岛顶头的人家己来决定。公司新闻，温芳怡编辑。